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无误，卡西欧电波表内置高敏感度接收器，每天自动接收标准时间电波信号，自动校正时间和日期信息，使手表与标准时间保持高度一致。独创的6局电波手表可以接收日本、美国、德国、英国以及中国6个地区的电波，可以接收全球所有电波信号的手表，唯有卡西欧6局电波手表。而在中国，标准时间以10万年才误差1秒的铯原子钟为基准，由中国国家授时中心管理并发布。电波手表每天自动接收来自河南商丘电波塔发出的中国标准时间的电波信号，并自动校准时间，真正实现高精度计时。